你好好说，我和他谁是第一？我要累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发财的那一天。这个随便你，但你必须要活到完成契约的那天。你是魔鬼吗？我都撑不下去了。唉。老板，奖金吗？这是今天损坏你衣服的赔偿，顺便给你点小惊喜，让你有点动力活下去。谢谢老板。什么意思啊？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问吧。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是很想问，但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不爽。今天我和莫子欣的表现，谁好？哦，给红包就是想收买我呗。少废话，快说。莫子欣吧，人帅腿长，气质佳，而且配合度极佳，当然是满分。你吧，也很帅，气质也很好，腿也很长，但是吧，杀气太重了，而且配合度不是很高，我觉得可以扣1分，99吧。老板，顾西西，我觉得我是不是给你包的太厚了？我怕你接不住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上去给你包个新的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99分也很好啊。你看，差那1分，给你留了一点进步的小空间，说明你有无限的潜能。2个人的比赛，你给我排第2名。但是，你用红包犒劳了劳累的我，说明你贴心又温暖，你也100分，行吗？你好好说，我和他谁是第一？你威胁裁判犯规。尹总啊，提前交代说您都累了1天了，喝杯热牛奶可以有助睡眠啊。谢谢宋妈。那个，你既然给我送了牛奶，那么再给你加1分吧。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了。顾西西，你是我的老婆，需不需要我教教你怎么做好尹太太？